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閱書人燕子老師。今日咧，我想推介俾大家嘅一本書咧，就叫做《活着》。咁我哋齋聽呢個名啦，都感覺佢裏面其實蘊含咗好多生命意義嘅嘢喺入邊啦。咩係活着呢？我諗好多人咧，每日咧匆匆忙忙啦，或者睇手機啦，或者工作啦，你有冇一刻感覺到返屋企嘅路上有啲細微嘅嘢係變化咗嘅呢？咁我覺得呢個好值得大家去思考嘅。咁我哋經常話活在當下，咁我哋係咪真係活在喺當下呢？咁我諗呢本書咧係俾到答案嘅。咁而且咧，你會翻開呢本書嘅時候咧，你會真實咁感覺到嗰種好有生命氣息嘅嘢咧噴發出嚟啊！咁你每日，例如你經過一個公園，你會唔會望到小朋友嘻嘻哈哈嘅笑聲？你有冇同佢哋好同頻感受到嗰種快樂呢？我諗我哋都市人係好少咗好多呢一種感覺嘅，而呢一個繪本，當你越睇越多嘅時候，呢啲畫面就好似喺你生活當中，你會覺得好似離自己遠，因為可能你已經好耐冇去感受過呢種活着嘅感覺啦。咁我好推介呢本書俾大家睇，因為我諗大家睇呢本書嘅過程當中，你會開始慢慢愛自己，慢慢去感受生活。咩叫活着呢？可能亦都係感受你嘅感受。當你多啲去發現身邊嘅事物同埋大自然嘅一種感覺融合之後，你會發現真實嘅自己會更加快樂，會更加輕鬆去面對未來嘅漫長嘅路。好，推薦活着俾大家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